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2025年6月1日星期日，我會帶大家行幾個山，包括砵甸乍山、石碑山、打爛程頂山，亦即係龍脊。點解會行呢三個山嘅呢？咁其實好簡單，因為呢三個山係可以連住嚟行嘅。咁首先講一講下呢個砵甸乍山先啦。砵甸乍山其實唔難去嘅，只需要喺柴灣嘅地鐵站嗰度去搭翻47號 M 去小西灣嘅方向，去到總站落車，沿住條路呢，就已經可以去到㗎啦。有一個叫做龍躍徑。咁呢，行砵甸乍山最大嘅挑戰呢，其實就唔係個山本身嘅難度，而係俾佢嗰個警示牌嚇親。因為小弟都係第一次見到呢個牌，見到佢就以為係真係好難行，但係其實唔係嘅，只不過當日天氣比較差，因為落咗陣雨，所以我行到大部分嘅時候已經見可以打到山行者啦，就喺嗰度打卡就掉頭走啦。因為正所謂上山容易落山難，當喺一啲天氣唔好嘅情況之下上山，就真係要步步為營啦，因為有機會跣親嘅。咁落翻呢個砵甸乍山之後呢，咁我下一個點呢，就係去石碑山喎。咁石碑山呢，據網上好多朋友就係話呢，其實需要係攀爬嘅。頭我都有啲擔心啦，咁我於是呢，就去到石澳道嗰度去望一望個環境啦。咦，發覺地圖上嘅顯示並非係咁嘅喎，只需要係行石澳道嘅馬路。其實有一個分叉口嗰度呢，係可以行入去嘅喎。行入去其實大概都係1公里到啦，咁就已經可以打到㗎啦。直頭成個好近嘅位置係啦，就 TV 嘅地方，全香港最靚嘅其中一個行山嘅熱點嚟嘅。咁所以呢，吸引咗大量嘅大陸遊客。咁大陸遊客有一個特徵，即係國內嘅朋友啊，唔好意思，其實佢哋呢係好嚮往大自然嘅，所以呢亦都會係將佢哋嘅一啲行裝啦，又或者佢哋呢就係一啲行山嘅樓梯啦，就佔據咗，就覺得可以喺嗰度同大自然融合，但係就忽略咗其實同時間係有好多人需要使用嗰個行山徑嘅。咁所以呢，我喺嗰個山呢就真係花咗個幾鐘頭呢先上到頂。咁都唔緊要啦，因為景色真係好靚嘅。咁喺嗰個山再落翻去呢，其實都唔係好遠嘅啫。咁好快呢就會落到底㗎啦。咁落到底嘅地方呢，其實呢就係可以呢直接呢就搭翻車翻屋企㗎啦。好啦，今日介紹係咁多，打住3個先。聽日再見，下次再見。